若讲到热人要去倒耍水，可能真侪人拢会想到垦丁。不过，大部时有消费抢婚，有当商表示，因为社会观感无好，连带影响到当地。若这几年有一寡在地业者开始推广自然含人文导览，希望会当来改变垦丁的观光形态。稍等的7点半，青春咱的网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垦丁的观光转型。若讲到垦丁，真侪人拢介意去遐佚佗旅游，有海基啊、通好耍水，国家公园嘛有丰富的自然生态。不过，因为当地实在是伤过出名，常常风放大来检视，亲像出现假释的纠纷、南湾租户线问题，还有饭店业者乌白涨关价，拢互当地产生袂少负面的影响，甚至互消费者感觉讲，准若要去垦丁，阁不如出国安尼佚佗加较省。垦丁较早才有3、400担，只有1担无好，2担无好，就叫我们讲甲规条街拢无好，敢若阮是黑心的无好。这嘛是拥霸凌嘛无介好，嘛有介侪人介认真咧做生意，嘛有介认真咧顾伊的品质。垦丁伫国内真早就开始发展旅社、客栈。根据屏东县民俗协会的统计，目前合法登记的就大约1500间。不过，这阵旅游形态在变化，消费者的需求嘛哪来哪多元，经营者必须要爱会晓变巧，才有法度伫咧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拼出一条生路。协会常常会开教育训练的课程，然后针对不一样的领域，我们会给大家吸收不一样的知识。2012年到2017年，有真侪中国来的游客拢会来台湾佚佗。垦丁的旅游起草有影讲是抢滚，落尾因为政策的关系就消风啊。到2019年，因为疫情全封锁，咱国国内旅游是个兴起来。不过疫情结束啊，人潮煞对咧无去，要安怎找出路？学者建议观光业者就要长远改变一下思考，要想讲安怎互游客留个较久咧。咱希望讲一个所在观光发展了好，毋是讲游客来1、2天，上少是3天，若较长的可能是5天。所以这对地方的这个发展来讲，伊较是一个较长期的效益。恒春半岛的观光问题是台湾旅游起草的缩影。观光署话讲，今年要拼1000万的国际游客来台湾佚佗，要安怎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，活化国内旅游的形态。咱的政府应该爱认真思考，看要安怎提出适合台湾观光发展的策略，才有可能改变困境，把咱宝岛的好山好水推展到全世界。记者吴定武、林建如，屏东报道。